A 可以送俾 B、C、D、E、F，B 可以送俾 C、D、E、F，C 可以送俾 D、E、F。你仲用呢個錯嘅方法嚟數？有6名學生正在互相送禮物。一開始，其中1名學生先向另一名學生送禮物。如果學生收到禮物之後，該學生需在2小時或以內向另一名學生送出禮物。但係學生不得向已經送過禮物俾自己，或者自己已經送過禮物嘅人再送禮物。如果收到禮物嘅人無法再送出禮物，最長需要多少小時？咁其實呢一個呢，其實係一個一筆畫嘅題型嚟嘅。咁我哋不如將佢畫一次出嚟啦。有6名學生，咁所以呢，我哋假設由最外邊開始畫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跟住再喺入邊畫起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畫到呢度之後呢，就冇得再畫落去啦。咁所以呢，我哋總共呢一度呢，畫咗有13條線。咁但係因為呢，佢係喺第一個學生收到禮物開始計呢個2小時先有呢個預備時間。咁所以呢，基本上第一個人係唔需要俾佢預備嘅。咁所以我將呢個13減返1，再每人預備2小時呢。咁所以最尾答案就會係24小時。學完係咪發現其實數學好簡單呢？